乡亲啊，这个网红叫做七宝妈，24号咧直播的时阵，甲伊的囡仔评论资源班的学生。资源班就是较早所讲的特教班，也则是 KD 班。七宝妈甲伊的囡仔讲，资源班的学生是讲甲嘎笑，引发着网友的不满，认为伊歧视看人无，要抵制伊所推荐的商品。啊，至少已经有10间的厂商甲伊停止合作，而且划清界线。七宝妈看代志袂收山，昨深夜拍影片来道歉。请问你在资源班吗？我怎么都不知道。你在资源班吗？不可能，我那么聪明，因为我很自杀。什么资源班啊？和厂商合作直播推广册，所伫讲到资源班学生的时阵，网红领导囡仔笑甲真大声，这个态度互伊搁再陷入争议。我们班一个问题儿童都没有。真的哦？对他们班就稍微不正常，但没有到问题。笑一遍报告，搁笑第二遍。网友加俩讲，认为伊根本是看不起资源班。网友拒绝买伊的团购或者是业务配合商品，厂商受到影响，拢和伊切断关系。读书共和国表示讲停止所有的合作，空闲出版更加讲被和牵涉到无适当的言论或者是行为的人有关系。乌东小巴也表态讲未搁再合作，啊那亲像经常街等等的厂商嘛拢和伊划清界线。看这个风波是愈拖愈严重，领导囡仔伫昨暝录影回实例。那在这边非常的抱歉，就是让大家内心有感觉到不舒服。对于糯米讲的话，我没有听得很清楚，所以我也没有当下制止他。那我接下来对于他的教育，我会更加努力。伊的实例网友唔接受，等到搁较生气，认为伫被动时明明听甲一清二楚，这个网红是个错误塞互囡仔。今日日透早，伊个发文章，请大家原谅伊的无知甲骄傲。戴个口罩。其实过去领导囡仔的争议都袂少。包括有先8个月去爬山，爱囡仔出世，也个带囡仔去采食山姜仔的干。网红直播讲的每一个月，拢应该爱搁较细腻。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